好，来继续来看民众党2月15要来补选到党主席，有2个人参选，黄国昌甲蔡碧如，2个人拢讲会来遵循着郭文泰的路线。 民众党第2主席黄国昌身兼党团总调、菜鸟委员，同齐举办记者会，爱反对拿总预算攻防，家己嘛面对党内挑战。2月19党主席选举，爱甲中央委员党选人蔡碧如先变身。 变关键。我觉得台湾民众党人才济济啦，台湾民众党的党务在柯文哲主席所树立的原则跟基础下面，都非常稳健的在推动政党之间的沟通。如果我当选上台湾民众党的党主席，我希望能够邀请国内主要的2大政党党主席，大家一起坐下来喝咖啡。蔡碧如抛出证件，搁是连续2天伫咧面册写登落来文章。 抛出2张和民众党前主席郭文泰的相片，第1点就写家己以任务型心态伫咧领导，假使郭文泰医师有机会倒来，绝对袂含党主席这个会，会随互郭医师领导民众党继续向前，搁重建社会对第3势力的信任，含强化地方组织经营，担任党主席后的高大新路。我们党内所有的党公职，请记得。 柯文哲主席一直以来给大家耳提面命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秉持着柯文哲主席创党的理念。黄国昌19号头一摆主持民众党党代表大会，开嘴合喙拢是伫咧留郭前主席。黄国昌蔡碧如竞选党主席，两位拢拍出郭文泰团身牌，要做郭主席接班人进程，就要先看谁得到较侪小菜的支持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